美國短短幾日連環加咗3次關稅，總數加到125%咁誇張。美國時間4月9號已經全面生效。而家原材料貴到飛起，運費暴升，海外訂單插水式下跌，中小企啲現金流面臨斷崖式危機。對做生意嘅人來講，生存法則就係要未雨綢繆，快手鎖定低息貸款。與其坐喺度等運到，不如主動出擊。SME Bro 幫你攞到最高額度、最平利息嘅銀行貸款，陪你捱過呢個大時代。第一，我哋同香港10幾間銀行有戰略合作，直通審批快線。第二，從業10幾年，熟晒風控門路，批款成功率拍得住同行3倍。第三，極速放數，急用周轉黃金時間，絕對唔會拖你。第四，有獨家低息 plan， 年利率比市價平1.5%。自從今年2月1號美國特朗普政府首次加20%關稅，SME Bro 已經預判到香港中小企嘅困境，提早出動高成功率、極速放款、獨家低息3大殺手鐧，幫超過200間中小企逆市翻身。各位老細，係時候行動啦！聯絡我哋，免費1對1諮詢，政策隨時變，融資要趁早。